们5分钟的台语教室。我是阿珍，我是丽蓉，我是清璇。老师您好，老师你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江老师，我们这周是第4周哈，那我们来到台语教室5分钟。那我们这周是228，刚好是和平纪念日，大家也是放假的，所以这里啊这几天就是有一个假期嘛。啊，我们来学台语的话，这台语的假期怎么讲呢？放假。放假。假。诶，我记得我有听说过，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休困，是吗？休困啊对，老师什么时候会讲放假？什么时阵的讲休困呢？休困哦，咱讲休困日，就较固定的，譬如咱讲拜六礼拜，啊，放假的时阵拢是固定的节日，吼，这是另外的加放互你的假，譬如讲咱的清明，咱5月节，咱的中秋，这种有法度放假。国定假日我们会叫放假，就是放假。嘿。如果礼拜六、礼拜天固定休息的，我们叫休困。对，安尼讲对，老师。对，会使咱讲一，嘿，咱袂讲拜六礼拜放假，因为放假是加出来。哦，或是像比如老师，如果是店家做生意，我们姐妹有很多人做生意的话，他们固定就是礼拜几会休息，这个嘛是休困啊。对，嘿。敢袂当讲放假呢？袂使咧讲，嘿，要放假是无安尼讲法嘿。就是大家就是想，就是国定假日、假期这些，我们才叫放假吼。呵，那我们现在放假，大家想要去做哪里？丽蓉跟清璇，如果想到放假，想去旗津玩。我想去旗津玩，怎么说？我要去旗津佚佗。我要去旗津佚佗。老师一句吼，久长啊，我就学袂起来。我先学啥物？出去玩。好，去佚佗。去佚佗。啊，去佚佗，出去玩。我要去佚佗，就是我想出去玩嘛，老师。对，我要去佚佗。那你会加一个地点，你就加一句话，就讲有什么所在，某某所在，你就讲要去遐佚佗啊。哦，比如说我想去旗津玩，我要去旗津佚佗。清璇来学看卖啊。我要去旗津佚佗。哦对，安尼讲对老师。对，嘿，安对。啊，丽蓉呢？我要去旗津佚佗。哦，那佚佗，那像比如说我们要想去那个海边玩呢？哦，你著甲迄个旗津换做海边或者海边啊，拢会使。咱会讲加一句啊较亲切，我要去海边啊佚佗。我要去海边啊佚佗。老师，如果是像比如说我们住在高雄市，想去台南佚佗呢？啊加落就好啊，加迄个所在加代表，我要去台南佚佗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就换地名就好了。台南佚佗。场所，一个场所。不过老师，像现在呀，因为疫情关系嘛，很多朋友就不能要出去比较远，或是连出国都不行嘛。大家可能出去比较近尤其是爬山这个呢活动，就是其实家人啊，全家一起去的话，爬山敢会当说爬山佚佗啊？嘛是会使讲是讲，我要去爬山佚佗一下，安尼嘛是会使，人拢听有。不过咱会安尼讲，我要去爬山。我要去爬山。啊，丽蓉先。我要去爬山。我要去爬山。对，正确。哦，我要去爬山。那我还想说要去美容，那美容怎么说呢？你那去迄个美容是要佚佗嘛，所以我要去美容佚佗。我要去美容佚佗。好。今仔日呢，我们的是佚佗大家记得就要换地名就可以了我要去要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各讲一遍。我要去。好，美容玩。我要去美容佚佗。如果我要去旗津玩，我要去旗津佚佗。好，今仔日5分钟的台语教室。到这，大家学会了吗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